慌不调了。你醒了？你傻笑什么呢？不会是烧傻了吧？哎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真不记得了？我是你哥，啊，以后在外面见到我，管我叫大哥，记住了吗？鹏鹏，我确实不认识你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意外。原来没傻呀。啊，不过你做的这一切，也确实在我意料之外。来，慢点。依我所见，你已经成了齐胜欲罢不能的人，得不到便要毁掉。想必来江北之前，我一直对你过于关切，忽略了齐胜安插的眼线，而他早已对我们之间的往来了如指掌，定是他被惹怒了，才对你我起了杀心。这么说来，是本王忽略了自己的言行，害了你。这也怪不得你。在我看来，你我也只是泛泛的君子之交，是齐胜他想多了。若是能逃过此劫，回去后定要谨言慎行。没错，这次你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说句推心置腹的话，争皇位的事儿，路途艰辛，任重道远。齐胜这个人性情冷漠，心机叵测，不是一般人斗得过的。你有没有想，以后不要再争了？你我不争便能平安了吗？是他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的。争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；不争，就只能等死。你和我这一点倒是挺像的。我也常有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，一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就一天觉得不稳定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，还说不定呢。你大可不必如此忧虑。齐胜向来行事周全，顾全大局。他这次的计谋被我们化解了，便不会硬安一个罪名来杀我们。他要再想杀我们，也要从头谋划了。看来你倒是很了解他。不过既然你我都知道了，我们还能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就更不能饿着了。我去找点饭来，顺便打点水，啊。去河里抓条鱼，回来做个烤全鱼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来，来，醒醒！来，起来！你衣服呢？哼，靠！都要杀了我了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那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那当然了。就好像看电视剧不让我知道大结局，看足球比赛不告诉我几比几一样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你还弄得如此狼狈，你的那些侍卫们看着你就像看天线宝宝一样。我没想到下游水流湍急，又撞上了礁石，胳膊动弹不得，便飘到了这里。知道疼啊？你撞一个试试。该不会是脱臼了吧？我去给你找个树枝捆一捆啊。
等着。哎，你站住！碰碰啊！我怕你遇到野兽，就跟过来了。哎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齐胜，他现在就在河边，你赶紧藏起来。这个时候你们俩还是不见面为好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小树林里不会真的有野兽吧？啊？是狗熊还是狮子？如果是狗熊，咱们就在这装死；如果是狮子，你喊1、2、3，咱们就跑。不用跑了。啊！九王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穿什么？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要在这里撕逼大战啊！九弟可还好？并无大碍。不知三哥是否受伤了？啊，他胳膊受伤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好让我帮你固定一下手臂。也好。哎，我们不能坐这儿等死吧？会有援兵来此处营救，不过是援兵先到，还是刺客先到，就无从而知了。这次刺客来得蹊跷，难道富平的驻军也混入了外人？军中守卫严密，若非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是不可能抓准了时机趁虚而入的。此次遭遇埋伏，很可能是身边人所为。没想到他竟有胆量做出此事。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平日里真是小瞧了他。是谁？该不会是赵王吧？不可能，他那个怂蛋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他确实有作案动机。赵王的绿帽子戴了那么多年，也太不容易了，能干出这件事情，可见真的是被逼急了。绿帽子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绿帽子是指自己的媳妇儿跟别人鬼混，